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股权冻结信息，股权所在企业为大连万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4000万人民币，冻结期限3年，执行法院为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看样子这个王老板连卖15座万达广场也没能解决问题还得接着卖最近网上有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再见碧桂园，一个前碧桂园员工眼里的高周转帝国沉浮录。他这文章也挺长只是写了他在这个碧桂园一些所见所闻感想。他这个文章里面写到一个农民企业家本色，说关于那位神秘的杨主席，也就是碧桂园的创始人杨国强，他说我们地方员工大多只在视频会议里见过他浓重的顺德乡音和朴素的穿着，常年的旧夹克，甚至那双标志性的解放鞋，确实透着农民企业家的本色。总部流传的段子描绘着他极简如村干部的办公室，以及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我就是个农民种地的。这份刻意的朴素被营销体系巧妙地包装成不忘本、务实可靠的核心品牌价值，成为打动万千县城购房者的信任背书，几乎成了他的标签。他说，然而这位自称农民的掌舵者却在商业场中将农民智慧演绎得淋漓尽致，更时常爆发出令人瞠目的奇想。他骨子里那份对土地和家的原始理解，曾凝结在早年那篇饱含深情的我梦想中的碧桂园里。那篇文章中，他描绘一个充满鸟语花香、邻里和睦、服务至上的理想家园蓝图，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朴素追求。这封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章被营销奉为圭臬，反复引用，成为塑造品牌情怀和家文化的圣经。这份对家的理想主义情怀与他后来推行的冰冷的铁律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说杨国强有这个直击灵魂的农民三问就像那个恒大的许老板，他每次酒喝大了之后总会问下属我会流芳百世吗？后来许老板还觉得不过瘾对吧？回老家，在老家还立了个碑叫流芳百世。但是据说现在那个碑好像那个流芳百世几个字抠掉了吧，不要说百世了，2年都没到。这个杨老板他也有直击灵魂的三问，农民三问，说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钱怎么回来，这不就是现金流吗？说这不仅是他思考的核心，也成了碧桂园资金运作的冰冷的铁律。说这简单的三问精准地戳破了房地产高杠杆游戏的本质，却也将其推向了极致。这个杨国强还有一句更直白、更让地方项目总们心惊肉跳的名言：能快就不要慢。这个充满个人意志的指令常常凌驾于复杂的工程规律之上，也就是求快。2015年，杨主席突然要求全集团背诵《弟子规》，连我们工地保安都得抽空默写。他说这是做人做事的根本，要让大家懂规矩、知廉耻。但是我好像以前看过媒体报道杨国强不识字他自己也不会写，他就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当然我恐怕记得不太清楚，我印象中因为杨国强好像是木工出身嘛，木工还是泥瓦工他不识字那这本传统的蒙学读物成了他试图塑造企业文化、强调服从的工具。营销部门迅速跟进，将传统文化回归、厚德载物融入社区价值宣传，试图给冰冷的楼盘披上温情的道德外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关于碧桂园内部的一些描写。但是在我看来所有写的这一切都不足以构成说碧桂园暴雷的原因。碧桂园暴雷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整个楼市低迷房价涨得过快，韭菜的收入呢涨幅跟不上，在某个时点，在某个时刻，对吧，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一下就崩了，就这么简单。跟某个企业跟某一个掌舵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也就是这个楼市低迷不是某一个企业的问题，他们不同的是就是先爆还是后爆的问题。那为什么是恒大第一个爆，对吧？为什么后面是融创
方，再是碧桂园，后面再是现在啊岌岌可危的就是万科。哎，万科爆完了，后面是不是央企就开始接力棒嘛？哎，他们区别就是先后的问题。那先后是跟各个企业自身有关系了，对吧？有的企业啊，它管理的好，它风险把控的好，那么它暴雷就晚，对吧？有的企业风险管控差一点，这个一味的追求高周转，还有什么多样化、跨行业发展，哎，这些企业就先爆啊，就这点区别啊。即便杨国强做得更好一点，碧桂园难道就不爆雷了吗？无非是爆得晚一点。你把房子辛辛苦苦盖起来了，你不管是什么手段啊，完了韭菜他不买，他买不起，你搁谁都得爆雷啊。中国经营报报道啊，一线城市法拍房成交攀升。他说，今年以来，一线城市法拍住宅已累计成交近3000套。目前多家市场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一线城市法拍住宅成交量持续增长，挂牌量则有所收缩。从全国重点城市成交数据来看，法拍住宅成交更集中于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稀缺豪宅。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前5个月，一线城市法拍住宅累计已成交近3000套，较今年一季度末增长1000套。同时，一线城市法拍住宅清仓率，也就是成交拍品数量比上交易截止拍品数量，也由一季度的35%增至40%以上。当前法拍房成交越发集中于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稀缺豪宅。同时，随着市场越发成熟以及政策支持逐渐落地，一线城市法拍房成交量有所上升。中指研究院高级分析师詹晓飞告诉记者，当前法拍成交量有所上升，但其占商品房市场的份额仍不足1%，整体市场规模仍偏小众，因此法拍房市场波动尚难以对商品房市场形成较实质的冲击。也就是目前法拍房还是小众，很多人指着法拍房是去捡漏啊，显然这不太现实啊。这个法拍房为什么还是小众呢？虽然它在增长啊，结构性分化。他说，对于一线城市法拍房成交量上升的原因，多位受访人士认为，这一情况与当前市场逐渐成熟以及政策等因素有关，但整体来看，法拍房市场认为小众市场，对商品房市场及2、3线城市影响有限。说今年5月份，典型城市法拍房成交率19%，较上月增加3个百分点，同时溢价成交比例也有所回升，法拍房交易热度与交易量正同步升温。在整体房地产市场仍有需求的背景下，购房者对价格相对较低的法拍房兴趣较大，尤其是1线和2线城市法拍房源。詹晓飞认为啊，1线城市核心地段法拍房具有稀缺性和保值增值潜力，进一步推动了相应城市法拍房成交量的上升。实际上啊，这个法拍房所谓的成交量上升，还只跟这个1线城市核心地段的豪宅有关系。核心地段的豪宅，它本身就是稀缺资源，至于你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还是法拍，那个不重要。甚至法拍那价格好歹是至少那个啊起拍价那比市场价要低啊，那肯定很多人愿意去买。那最后拍着还溢价了，这个跟韭菜跟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对吧？这些1线城市核心地段的这些豪宅，那都属于极少数有钱人，是属于婆罗门阶族的。它的涨跌，对吧？它的流动性，它的成交状况完全不影响韭菜。我们看啊，这个福州房产，福州头条啊，他说福州多地房价跌回10年前。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福州鼓楼、台江、苍山不少老旧房源价格跌回10年前，甚至不少单价跌破1万每平米。事实上，福州近郊板块跌幅更明显。且不说贵安，就比如闽侯，长久以来与福州主城仅一乌龙江之隔，闽侯啊，吃着主城刚需外溢的红利，不少楼盘新房均价曾一度冲破2万每平米。如今这里的房价已纷纷跌回2015年前的水平。这个福州的这个闽侯啊，我也不太清楚啊，没有去过，但是我感觉他这种状况像不像挨着1线城市的这个其他的什么小镇或者是县城？你比如说挨着北京的燕郊，挨着上海的什么南通什么地方启东，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那很好理解啊。你看燕郊的房价差不多也跌到2015年了，恐怕比那时候还要低啊。这很多地方房价实际上已经跌到10年前了，但是是不是就停住了呢？这可不一定啊。今天晚上有一个话题啊，热搜话题啊，说近90%00后表示没背房贷车贷，无房贷无车贷无后贷。近90%00后没背房贷车贷，并非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代际价值观、政策环境、市场选择共同塑造的结果。这一群体
通过延迟资产购置、优化消费结构、灵活利用金融工具，正在重新定义成年的经济内涵。随着00后逐步进入适婚年龄和职业成熟期，他们的财务选择或将进一步影响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发展逻辑，推动社会资源配置向更注重个体需求的方向转型。这个9成00后啊，没房贷、没车贷、没后贷，我觉得这个啊，现在给他讨论啊，还得出很多结论，这都为时尚早啊。因为00后最大的才25岁啊，大学毕业也才2、3年，这很多人还没找到工作呢，买什么房子买什么车啊，更谈不上结婚呢。所以你现在讨论这个不是叫什么为赋新词强说愁吗？这边00后主力还在上学啊，现在最大的才25岁，那不近9成00后表示没背房贷车贷不正常吗？另外一个啊，这个00后买房的这个紧迫性啊，实际上没有这个什么90后啊或者80后那么严重。因为00后他没工作的话，他就住家里了，他家里都有房啊，农村的有房，城里面他爸有房，对吧？这00后还准备啃老呢，买什么房？再说了啊，这叫什么？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对吧？这个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所以你现在就说这个啊什么代际价值观，好像这00后就怎么样了，这个都是啊叫杞人忧天。现在楼市低迷啊，房子卖不掉，不是因为00后不买房啊。如果你现在楼市啊价格还在涨，对吧？大家预期啊未来10年这房价还涨1倍，你看那00后买不买房啊？所以这个跟年龄关系不大，还是跟自己的消费能力啊，跟自己的收入关系更大，跟对未来的预期啊关系大。我们再看啊，这个广东台记者报道啊，说6月16日16时许，深圳龙岗区龙岗街道郭屋村3巷4号一栋房屋出现不均匀沉降和墙体开裂情况，无人员伤亡。目前龙岗区相关部门和龙城街道已疏散事发楼栋和周边住户，并紧密开展现场监测和处置，房屋沉降和开裂原因在进一步调查中。这个看了视频啊，挺吓人的，一栋楼的地基啊，居然裂了一个很大的缝啊，沉降导致了这个地基和主体结构之间那个缝隙大到拳头可以塞进去啊。6月17日，深圳龙岗区应急管理局再通报，为妥善处置郭屋村房屋沉降事件，区应急、住宅以及属地街道等单位已于6月16日晚成立现场指挥部，并启动应急预案。目前已对沉降房屋及周边区域房屋共计25栋进行封控，涉及住户783人，已安全疏散和妥善安置。对房屋邻近的天成学校停课1天进行隐患排查，现场及周边已安排50名巡查人员，设置95个监测点，进行24小时巡查监测，并组织专家开展安全评估和处置，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这个咱们基建啊，也是已经名扬海内外啊，名满天下啊。我想起了这个泰国的地震呢，那么多烂尾楼都没塌，还好啊，发现的早，没有出现人员伤亡。俗话说得好啊，地基不牢啊，地动山摇。关于这个工程质量啊，对吧？这个虽然这个龙岗这个楼啊，到底什么原因啊，咱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江苏新闻呢，荔枝新闻它有个报道，叫几十万修的矮墙，仅3年就变豆腐渣。说近日江苏淮安一村庄村民反映，2022年为美化环境修建的3、4千米矮墙，仅使用3年便出现严重晃动、开裂、瓷砖脱落，甚至倒塌等问题，存在明显安全隐患。村民还称，去年有人踩在矮墙上摘豆角时，墙体突然坍塌，造成胳膊骨折。大家看视频啊。村位于淮安市淮安区清宫镇。6月6号，记者在这个村的中心主干道两侧看到，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一段镂空的矮墙，高度在50厘米左右。村民用脚轻轻一踩，好多矮墙都可以看到明显的晃动。你现在谁了呢？这个可能就工程嘛就这种的糊弄的啊，民让工程那不是开的啊。还有一些矮墙已经开裂，外表贴的瓷砖以及抹的水泥都脱落了。这种板一接就掉，这上面都没有水泥。更有甚者，一些村民家门口的矮墙已经倒塌了。我没看见你。我对啊，不要的对啊，道理呢。这就活人弄嘛，活人弄人，你少人不放马呢，那去按绕就绕到生命的了啊。
村民们告诉记者，这些矮墙建于2022年，是镇里和村里的村居环境整治工程。刚建成时，村民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发现一些矮墙会莫名其妙地倒塌。特别是去年11月，有村民踩在矮墙上摘豆角时，墙体突然坍塌，造成胳膊骨折。去抬到关了，绑着后来骨折了。骨折。村民们质疑，这矮墙不仅存在质量问题，还有安全隐患。如果修的这样呢，把修的宰了怎么弄？那些刀不大工程是当时是怎么引绕的？是谁引绕的？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记者找到了甘江村村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是今年3月份才调过来的，对于之前工程的建设情况并不了解。你说现在这个是豆腐渣工程，谁当初出现这个问题，那去找谁，对不对？如果是我在范围之内，我承建这个东西，它是豆腐渣工程，那责任我来担。但是你新关不能不理旧账案，新关也要理旧账案。然后我理旧账，你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了。他如果说造成老百姓有一些损伤了，对不对？那么该给他拆除。随后，记者又联系上了建设矮墙时的甘江村村委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个工程建设的时候没有经过招标，也没有监理，就是交给私人建设的。当时也没有正规的监理啊，哪有正规的监理啊？那工程队是哪边的呢？是私人的还是有资质的公司啊？也就私人的吧。记者从清宫镇政府了解到，甘江村的这个村居环境整治工程大约花费30-40万元，其中镇里拨款15万元，其余资金由村里自筹。整个工程除了几千米长的矮墙和一些花坛外，还包括2个小型健身广场。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当时村里面在村里面项目，它是小的，村里面它是引导作用，小工程也花了几十万。我们不是说这工程小，就是正常这村里面做的是。在维护情况下，他就要求的村里面啊，做这个活动呀，还有这个一般稍微多一点的，后面降落一下子。说老实说，一个县里下去，人家一来也有钱，我们也花有点不好跟你们讲，对吧？事情到这个地步，得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说不出来。这样承认这个质量我们不可否认，对吧？下面人们就是来咱们基本已经给了人家已经。记者了解到，目前当地政府已经把存在质量问题的矮墙推倒重建。说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个工程大约花费30-40万元，其中镇里拨款15万元，其余资金由村里自筹，反正都是大头的钱嘛。一个是镇里拨的，一个是集体的钱，那不都是大头的钱吗？对吧？工程在建设时既未履行招标程序，也未引入监理，直接交由私人施工队承建。这就起了啊，40万直接就给了个人施工队，你就随便干，没有监理啊，那就也就是没有验收呗。面对质疑，现任村干部表示对前期情况不了解，而原项目负责人则承认工程管理不规范。目前当地政府已经把存在质量问题的矮墙推倒重建。好端端的民生工程怎么会建成了豆腐渣工程？这民生工程如果建得太牢固，那你后期那不就修不了了吗？修不了，那大家的钱从哪儿发财呢？所以它不能修得太牢固啊，对吧？这隔个2-3年就得坏，再申请这个经费再去修。你看我们大头的钱啊，就是这么花掉的。当然了，这只是一部分啊，还有其他的方式、其他的形式啊、其他的手段，都在花那个大头的钱。我回农村的时候啊，我发现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也是啊，跟这个差不多，政府啊花钱，对吧？100-200万呢修的那个灌溉工程啊，基本上几年就浪费了，而且没用过。现在是杂草丛生，然后那个水泥那个硬化的铺的那些东西全部是裂痕呐，钱就这么浪费掉了。这就是为什么韭菜啊感觉越来越累，对吧？一边是咱们 GDP 是5%的在增长，第二大经济体，一边是韭菜感觉越来越累，对吧？牛马感觉怎么努力啊都改善不了自己。现在知道啊原因在哪儿。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